乡亲啊，动物有不可思议的解郁的魅力哦。台北荣总的病房就安尼一个温暖的故事。训练有素的导盲犬欧巴是全台湾第一只长期驻点伫个安宁病房的辅助治疗犬。只要有伊出现的所在，就会当为病患甲家属带来满满的能量。啊，人甲狗亲切温暖的互动，嘛交插出一段又一段感动人的故事。欧巴每一届出动，总是用伊可爱的模样化解着病房的忧伤。辅助治疗犬安怎安慰人心？阁有啥物款的工作任务？做伙来看。1、2，欧巴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天然的止痛剂。好像摸着欧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发觉我压力释放了。安宁病房不是只有哭泣，原来也有很多的笑容跟笑声。脚步轻快行过病院的走廊，7岁拉布拉多欧巴，即天有一项超级的任务。欧巴，我们等一下去看阿伯哦，哈，去看阿伯哦。Hello， 阿伯，拍谁？我们来了。73岁林老先生5月底带入台北荣总安宁病房，一看到欧巴，消散的面膜啊，随出现光芒。有没有聪明？你有没有聪明？有没有？有啊。家里养过狗狗，对不对？对。哦，这样舒服啊！啊。哦。我以后带一次来给你叫小朋友。林贝贝，它是一个肠胃道相关的一个肿瘤，然后已经有多处的这个转移，家人的心情，还有包括病人本身自己心情都蛮复杂的。夏天要给他戴一只太阳眼镜，就变我高兴啊！看到欧巴古锥模样，林老先生暂时袂记病痛，把人生最后时刻讲起着唔捌对亲人讲过心内话。儿子两个都不用环岛，我有一个女儿，她读那个清华大学，她大学读3年就毕业了。哇！离开也没有遗憾，大家很潇洒的，人生就来人间嘛，潇洒走一回。病房内上古锥的身影，嘛安慰着陪病家属无助的心。看，哇，阿嬷在睡觉了。Hello， 嗨 ，Hello， 欧巴来了。欧巴，嗨 I meet you。嗨。我来这个月我很焦虑的，因为我长期住在国外，是突然被通知是我妈病危。因为你送进来，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不会出去，可是当你看她在身体变化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准备好，很煎熬，很煎熬。82岁陈阿嬷3月底入院了后，病情无稳定，负责照顾的陈大姐心内压力无地头。咱电视台来给你看看，伊带迄只，我拄甲你讲欧巴，欧巴在台湾你记袂听这个第5摆。上次有一个家属座谈会，老师说为什么你放到那个医院会掉眼泪？那个音乐，我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发觉，其实我是很多的焦虑在我心里。Are you loving me? Are we kiss? We kiss? I love you. Oh, you love candy more than me? 动物是一个很好的心灵治疗，好像摸着欧巴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发觉我压力释放很多。2019年，欧巴正式成为台北荣总安宁病房辅助治疗犬。早起8点，伊就要对妈妈、安宁护理教育师老晓警到病院报道。
早起开会时，欧巴陪医疗团队听交办的事项，头壳呢喊来喊去，敢若听有嘛，不敢若听无，所以来就要对医师去查房。来，欧巴，走，我们去查房喽。我们要去看第5床，是一个91岁的爷爷，那本身有中重度的失智症。那之前在爷爷还比较清醒的时候，他很喜欢欧巴去看他。不过爷爷现在已经相对整天都在休息了，所以我们还是带欧巴一起来看看他熟悉的爷爷。爷爷，我们来看你喽。刘爷爷，我是左医师啊。身为全台头一只登记伫安宁病房驻点的治疗犬，欧巴随时待命准备出动，尽可能和每一摆见面卖老遗憾。在安宁病房也很常遇到前一天状况还稳定，但隔天突然有变化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病人有时候他的时间是没办法预测的。爷爷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吗？爷爷，欧巴在旁边陪你，帮你做一下身体检查哦。看到欧巴的地方呢，就有欢乐，然后就有温暖。那有的时候，如果只是1个礼拜1次，或者是定期才会有治疗犬来，他们很容易会错失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对于病房来说，我们有一只随时都有在的治疗犬和我们能够协助的医疗人员，其实对病患和家属是帮助非常大的。来自导盲犬的家中，老爸老母拢是导盲犬。欧巴伫做治疗犬进前，捌接受过完整的导盲犬的训练。好，欧巴看。Hello， 来回来剪指甲啦！你看那个尾巴都不摇，了，刚刚还很开心哦。欧巴，来，放轻松哈 ，OK。来，我帮你检查一下。哎呦，你看他跑掉了，因为他看到剪指甲。来，欧巴，走。等去到台湾导盲犬协会，见到学校的老师，欧巴才展现出无受约束塞奶的一面。为这回开始，欧巴就交由导盲犬训练师郑武温一手调教。欧巴，我们来复习一下你之前的技能，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忘记？对。我们等一下让你练习一下找椅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来，欧巴，来翻那圈，OK。他现在在病房里面是跳上病床了，但是我们要的是就希望他可以把头放在椅子上。欧巴，去，等 ，stay，good，OK， 好 ，good。在导盲犬的训练上，有一个就是我们会希望让导盲犬可以去帮视障朋友找椅子这个功能。那这个技能可以延伸到他现在在病房里面，可以主动把头去靠近家属的脚上啊，或者病人的床旁边，让他头放在那边，可以让病人或家属好摸他。想要成为一只合格的治疗犬，必须要经过至少2年的训练，也得要学会服从许多的指令。像假如你想要狗狗陪在你身旁行走的话，你就可以跟它说“欧巴 heel”。假如你想要狗狗安稳趴在地上的话，你就可以跟它说“欧巴 down”。这2个都是欧巴在工作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指令。听从指令，准确行动，练算也是训练中重要的一部分。OK。玩乐对他们来说有一种训练啊。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会让他们一样听指令 ，OK， 然后 off 就是会把玩具放掉。Jessie off，no off。Seats Jessie。受训期间表现真好，不过欧巴冷静的个性却让伊伫结婚后一路找到适合的服务对象。应该是说它走路速度稍微比较偏慢一点点。那因为台湾目前导盲犬的使用者大概分布率是大概30-40岁左右啦，所以他们大部分会希望是可以走比较快的，有一点点速度，所以它要找到适合的，可能没有这么快速，或是没有那么立即。动作真斯文，欧巴稳定的特质，嘛，让伊转换跑道变成医护人员上好的伙伴。
导盲犬最主要就是要求他们会希望是稳定嘛。那刚好导盲犬协会也是国际辅助犬组织的正式会员，所以我们可以让它延伸到医院里面，保持它的稳定度，那去跟病人互动。李贝贝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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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按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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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要走这一条路才对嘛？计划永远在那边。来，李贝贝，李贝贝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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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来，好吧 ，Go！ 看到游泳池，赶紧向前冲！每礼拜三就是欧巴上机台放松时间。欧巴 jump！ 欧巴 jump！Good boy！ 礼拜三最重要的行程跟他的好朋友游泳，然后游泳是他非常非常爱而且很放松的行程。大家现在看他放松的时候就是完成这副德行，可是他在医院的时候是稳定到。就是很多人都一直以为什么他忧郁症，其实不是。欧巴 ，Good boy，Good boy， 来 off， 没有我不玩，等一下叫哥哥跟你玩，不要我不要玩，妈妈没力气。欧巴来，拉不动他哎。他还没使出很大的力气哦。做护理工作将近30年的老晓钟，若是欧巴的照顾者，再个卫生。Good boy， 好吧 ，sit。适时放松，才会当随时保持伫上好的状态。平时欧巴除了伫病院服务，3个时买到病人的厝内出任务。我们要去王老师家，是我们的安宁居家的一位老师，他以前是一个国小的老师。欧巴，老师家在哪里？老师家在哪里 ？Steady。我爸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哦。对他自己知道，因为他来爷爷家已经第4次了。stay， 因为要擦，等一下。Hello。阿公，欧巴来了。欧巴在右边。阿公。欧巴好。欧巴来跟阿公奶奶，怎样？他就是心里想着玩具啦。哎呀，没礼貌。88岁王阿公为眼尾期，唔甘时代身体受折磨，加上决定接受居家安宁照护。好，阿公好。好，你好，你好。OK， 我是荣总的杨医师。好。对，那我帮你检查一下哦。好。好不好？好，呼吸，深呼吸，吸气。阿公以前有这个胃部的肿瘤啦，1年多前的时候就有加入我们的这个安宁居家的收案。欧巴的适时加入，嘛变成阿公的快乐的特效药啊！人叫需要哈，哎呀，阿公你莫勇气啊！阿公你跟输一样了。阿公输气，阿公输气，阿公赢去啊！很开心啊！我爸爸本来就很喜欢小动物。爸爸你看欧巴欢喜哦，哇，喜欢吗？欧巴来你有欢喜不？有个哈，欢喜哈，好像多一个小孙子。阿公你的皮肤有比较干哎。用精油好不好？安宁很多人把它跟死亡画上等号，状况不好，但是又不想到医院或不方便到医院提早介入安宁居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生活品质来讲是比较好的。68头是阿公囡仔时代记忆，嘛是手部护龄训练之一。即讲由欧巴做阿公的对手，认真的模样，好在场人拢感觉真心诚。好来，好来，1、2，好。哇，糟糕了，阿公，你这本你可能要学欧巴，您可以一路玩到挂，不要躺在床上等着挂。所以我们就能玩我们就出去玩，就跟阿公讲说，我们总是有一天都会走到那个最后一天，可是呢，在那之前我们就是每天要过得很快乐。
病房不是只有哭泣，原来也有很多的笑容跟笑声。欧巴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天然的止痛剂。每一个互动的过程里面都非常的温暖，有故事。这些画面其实就是陪伴着我们这些医护人员长长久久走下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动力的来源。温柔守护伫病患的身躯边，欧巴的治疗魅力陪伴真侪人行过生死的关卡。人甲狗的温暖互动，化解悲伤，嘛为安宁照护注入满满的正能量。